兄弟大家平安，咱一般心大家来敬拜上帝。就仰望上帝，我也顾要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大家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603首，圣诗603首，上帝做咱安全要塞，坚固名册甲盾牌，艰难困苦逼近目前。主要展览大德性，暗示君王兴起，破伊剑甲计计，势力虽然凶猛，结我到咱面前，救主展览大德性，咱起立三个。
咱议员徛伫三界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信仰个别。阮是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献实件死过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手持气力，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救赎，对阮信仰是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无间使者，是普世骨天君的本地，认同所有的事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望的记号。阮信上帝恩典来悔改，做得下面对天神仁爱甲献心的生活，也跟上帝。阮是灾变甲痛苦，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也有文艺、科学，各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因素，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要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世中得到讨伐，随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正做新创造人，世界正做伊的国，上华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文第一。圣诗后面启文第989页，申命记第6。启文第一，咱3甲来交读。以色列啊，着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以色列啊，着注意听，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帝恁的事。我今仔日命令恁遮的话，着记伫心内。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着写伫厝的门厅，咱担心后头来祈祷。之前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大家安宁平顺，经过一礼拜。伫主的圣日，阮当心出席，伫主你的圣殿吟诗敬拜，呼噜你。亲爱主，阮知影你逐时逐刻拢在照顾阮。伫阮的人生中，对出世、求学、工作、家庭、退休，每时刻主你拢教阮三个地地，引带阮、看顾阮，互阮一切平安拢顺利。虽然阮有拄着侪侪试炼、灾害，互阮真艰苦，有时看如烦恼，爸母的身体健康，囝儿的工作顺遂，亲人出入来外平安。直到有累是失望，甚至犹豫上帝主你的疼离开着阮，总是当阮安静点点将主你所说的算来记，我们会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恩典赐福拢无离。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西湖教会伫遮40年久，对起初但牧师牧师娘因辛苦牧会。因带人认捌主，
甲着历代的同工兄弟，大家着心知伊主你的圣工。主你为阮开路，互阮教会周围的环境、交通等等，阮看见主你大大做工。主啊，求你使我带领阮头前的路，面对大环境的变迁，福音事工的推动，互阮同工兄弟大家同心合力，互主你的名得到荣耀。这是阮为着阮教会的青少年伫即时毕业，要进入新的阶段。求主使我加添因智慧，互因一切成功顺利。阮犹原关心欠安的兄弟，求主看过伊哋，互因早一日恢复健康。阮也为着即时世界各地因为战争、抗议暴动、空难事件所引起侪侪伤亡，求主怜悯安慰失去亲人因艰苦的心，搁互一切无好的紧紧结束。互人得到真正的平安。当阮安静心伫主你面前，要领受对天而来的教示，通过牧师所讲的话命的话，所讲的听的，平平得到舒服。基督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赞美，咱请余阳执事。
咱感谢雨阳之士用伊水的歌声，带咱来学到上帝，讲授上帝话。诗篇46第1节到11节，诗篇46篇第1节到11节，普话本是691页，汉语本是613页到14页，现代中文本是704页。诗篇46篇第1节到11节，咱来看，我来读。上帝是阮躲闪的所在甲溃力，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赞。所以地虽然变迁，山虽然摇动到海中，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野涌，山虽然因为海中摇颤，阮也无惊。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的城欢喜，就是伫至关者所徛起性的所在。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袂摇动。天铺光，上帝要帮助伊，伊帮哗哗吼，列国摇动。上帝出伊的声，地就消扬。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来啊，来看耶和华所做，看伊互地荒废到怎样，伊互高箭线到伫地极，伊压箭弓斩断枪，将箭车烧伫火中。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我要伫列邦中做官大，受尊做大。伫遍地也要做官大，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以上愿主的话，真侪咱的帮赞。讲到今早起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真正的平安，咱继续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若是有咧看电视新闻，关心着世界所发生的代志，咱就知影，咱2025年虽然讲敢若过一半，但咱知影，今年会当讲，嘛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冬。咱已经混乱真久啊！咱回想伫2019年。开始年尾开始有风声，比当初咱讲武汉肺炎，后来讲的新冠肺炎，一直到今仔日，会当讲，咱会感觉好亲像世界无一天真正平安和平的日子。所以若讲到平安，诗篇46篇会当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篇。尤其咱大大所吟的圣诗603首，马丁路德所写的“上帝是阮安全要塞”，咱应该知影，马丁路德
伫16世纪开始推动，伫欧洲推动宗教改革。迄当阵伊要改革天主教会的种种的腐败，结果咧，伊是死过互人追杀。所以当伊看到马丁路德看到诗篇46篇，读到上帝是安全要塞，上帝是关台，上帝是避难的所在，人就爱想到当时马丁路德互人追杀，所以伊只有去找一寡同情伊的所谓的迄个诸侯欧洲的当时欧洲，阁是支持迄个真侪联邦制，伫德国的所在有国王，但是国王的亲人拢是分封互伊死过，有的诸侯是同情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就走去遐来美，所以伊伫诗篇46篇。中间得到真大的快乐，所以会当发现耶牧师也真爱诗篇46篇当然是因为我的名内底也有一个安这个字平安的安这字所以对伫诗篇46篇是非常会当讲重要的时刻，拢爱摕出来读嘛，甲咱大家兄弟姊妹来分享即个事，就是诗篇46篇实际上。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诗篇愿咱拢会当对伫诗篇46篇，伫混乱的中间会当得到平安，得到勇气，得到盼望。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恳求主你开阮的目睭，也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也求主你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较默伫你的话，互阮愿意搁较深来明白主你的道理。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求平安，求平安。真侪宗教拢讲爱求平安，但是到底有偌侪人会当真正经验到平安？常常咱拢会听见安尼的提醒，就是咱基督徒见面互相讲平安，但是亲像咱这是一个自动，一个咱无期待对方真正甲咱讲伊无平安，通常咱。三拄讲平安哦，平安哦，咱就望对方就是嘛，甲咱回应讲平安。那对方甲咱讲我无平安，我今仔日头戆，我无平安，今仔日我无爽快，我无平安，我最近工作无啥顺利，我无平安，因为阮兜的囡仔搞怪，无爱听话。好亲像对方无拄拄真正愿意来听你讲遮尔多。当然牧师是例外啦牧师一定爱听，牧师嘛爱小可记起来因为这是牧师伫教会内底的职分。但是咱大家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咱也讲咱拢是主内的肢体。咱无论是啥物时阵，咱爱思考平安到底是啥物？咱也爱思考，我敢真正有平安？咱也爱搁较思考是咱所徛起的所在，咱四周围的人，咱所徛起的都市，咱所徛起的国家，咱所徛起，咱所活伫的即个世界，敢真正有平安？平安是啥物？以前有分享过，平安伫希伯来文内底，平安的意思是圆满的意思啦。平安的意思就是圆满。伊的字希伯来文内底是对完全，伫完全来变化来的。
所以平安的意思就是咱台湾人所讲的好势。我真好势，你敢有好势？所以圆满，无拄拄你生活是100分，无拄拄你讲我有平安，我就是体检拢无红字，也是我讲我真平安，我就是银行内底满满，存款余额满满，也是我讲我有平安，就是我一切拢顺利，毋是平安是一款咱感受到迄款我好势，我真好势，就算讲我面对着真侪挑战，我嘛是面对着足侪的困难，但是我心中我感觉我真好势。但是，若照伫文字所记载人类的历史，即个有世界的政治的历史的历史学家研究，对伫上起初4大文明古国的即个文字的记载，埃及啦，迄个两河流域啦，中国啦，印度啦，佫其他的文献资料做统计，对伫人类有历史记载开始，真正无天灾、无战争的时期，咱讲和平的时期，算的，敢若14冬，就敢若14冬。所以咱即马感受到中东伫遐战，俄罗斯、乌克兰伫遐战，然后咱的歹厝边中国规工伫遐派飞行机、派船伫遐甲咱搅扰，咱感觉真无平安。但是甲咱讲，甲咱大家兄弟姊妹分享，伫人类历史中间，安尼佫已经算袂歹啊！安尼已经算袂歹啊！因为真正世界无问题的人类历史，算的敢若14冬。所以，咱真正较无平安。咱人甲人彼此拍见面请安，咱拢互相讲平安。以色列人到今仔日拢用讲shalom平安，shalom意思就是好势、完全、圆满的意思。咱互相讲早安、午安、晚安，其实也是代表咱真正较无平安。较无和平，咱也拢知影，当世界无和平，付出的代价是遮尔呀大。这是伫比利时一次大战即个纪念碑啦，头前就是万几个亡伫遐摆咧起来，这互咱体会到有一个视觉感受，啥物叫做战争？这敢若是一次大战4冬的中间的战争，一场战争，然后死去的法国军队万几人抬起来就是安尼。到伫今仔日伫比利时，就是一个景点，1次大战纪念碑。所以，咱就爱转来圣经，伫新约圣经内底，耶稣应允，耶稣讲：“我用平安赐互恁，我用平安赐互恁。”保罗也甲咱基督徒分享，讲上帝要收拾咱基督徒，要互咱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咱人所想象。超越咱人通想象、通理解的平安。腓立比书4章7节，平安就是遮尔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信息。但是，咱爱思考，啥物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也是用白话
较白的话来讲，超越人所通理解的平安。平安敢是一切无事，大家拢头好壮壮，袂破病，大家拢平安幸福，生活袂拄着困难，然后父慈子孝。最近拢常常讲到即个囝儿无爱听话啦因为厝里若有2个即个青春期的少女伊就知影爸母讲东，伊就去故意要向西无讲佫袂使常常做爸母的，就是即款的两难的中间即当中诗篇46篇就非常的重要放心才能安心啦放心才能安心。但是咱爱问咱家己，怎样伫咱生活的中间，咱才会当经验到即个耶稣所应允互伊的门徒，就是应允互咱。耶稣讲：“我赐恁平安。”也是保罗所讲即个超越人所通理解的平安。咱搁爱问咱家己，要怎样互即个圣经内底上帝所应允咱的即个平安，会当互咱伫上帝的听的中间塑造咱的生命，互咱真正拄迄个即个平常即个社会上迄讲的，放心才能安心。这短短几个字，讲起来简单，做起来也是要表现出来，迄真困难。放心才能安心，迄讲上简单啦，敢真正讲落去就会使。放心才能安心。要怎样？这社会顶面，社会上大家拢嘛会晓讲，要讲大家拢嘛会晓讲，佫会当写册，佫会当演讲，放心才能安心。但是讲几啊10档，咱怎样才会当真正伫上帝听的中间塑造咱基督徒的生命？互咱会当经验到圣经所讲超越人通理解的平安。各位兄弟，大声咱就爱对伫诗篇46篇，咱爱承认一项代志。承认啥物？诗篇46篇一开始就讲，上帝是阮得险的所在，甲溃力，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赞。然后，佫讲到就是列邦花花草，列国摇动。然后佫讲到真侪的军队，强大的军队伫遐战来战去，但是咧，伫上帝的面前，遮的军力、武力拢无算是啥物。这就甲咱讲，咱靠咱家己的气力要追求平安，靠家己要求平安是无可能的。这是诗篇46篇大声讲的，靠咱家己无可能。但是咱常常伫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常常咱应该拢听过。就是人靠着本性，咱人若靠着本性，所谓的动物的本能反应，根本咱无办法面对咱复杂的文明生活。昨嘛有提起伫家庭礼拜嘛有提起，动物看到野兽，看到较大只的野兽、较歹的野兽，动物的本能反应。看到危险，就去紧张，紧张了后，肾上腺素增加，然后咧瞬间肌肉爆发力提升，然后走足紧，跳足悬，躲闪危险。但是咱人面对问题，咱无过是原始的世界迄款需要。靠着肌肉爆发力，靠着
肾上腺素的即款的刺激，毋是咱面对的是啥物？咱真侪代志，拢爱靠着咱头脑思考，怎样来反应较好？思考我爱安怎来面对较好？煞靠着动物性的本能反应，拄着代志就紧张，拄着代志就生气，就激动，往往反倒转，互咱无办法好好思考，煞做出错误的决定，有错误的一个行动出现，亲像人为着求平安，但是当做讲靠家己就会当，想讲安尼别人强，我会搁较强，想讲用做即个搁较强，做即个上强的，表现出我是上强的，就会当好亲像控制一切。想讲我若会当控制一切，我就有平安。但是事实上敢是安尼？拄一开始提起就是咱知影新冠疫情2019年的年底到伫上万2023年，这差不多要4冬的即个新冠肺炎、新冠病毒的即个大流行的期间，其实互真侪人，无论是历史学家，无论是医学学家、社会学家，也是神学家，拢会看到一个事实，就是靠着人，无论是武力的强大，也是权力的大，也是靠着人的势力。但是面对着亲像新冠病毒的即款的大流行，真正也是无办法来面对。可能除了台湾以外，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其实当时对伫世界来讲，世界大国的领袖会当讲拢凄惨落魄。即马的总统，美国总统川普，2000年的时阵，为虾米选举会输？伊毋是本来即个支持度真悬，就是新冠肺炎。然后习近平即马咧正人骂，连中国国内嘛伫遐骂。然后迄个英国的詹森宰相嘛是黯然下台。日本嘛是只有黯然下台。规个世界会当讲变啊无共款，咱看到政治领袖也无办法面对着天灾病毒的流行，何况是咱普通的人。所以，咱过去可能也想讲，咱家己也会当靠咱家己，讲靠山山倒，靠人人跑。然后接下来是什么？这个俏皮话：靠山山倒，靠靠山山倒，靠人人跑。然后靠什么？靠自己最好。但是这是错误的，这绝对是错误的。靠自己哪有好？有时阵，咱去做的企业，真侪大企业一夕之间倒台。像讲中国，迄个啥物马云迄个马云敢毋是？当时几当前偌清的，结果咧，因共产党叫你落台，你就落台；叫你企业交出来，你就交出来。敢真正靠自己最好？毋是，
莫想讲咱，互咱家己变啊，搁较强，咱掌握搁较多，咱就会当对担了后永保安康。咱拢有真侪靠家己上好，本来想讲靠家己上好，但是后来咱煞不得不面对着失败。咱想讲靠家己上好，结果后来常常上帝拢提醒咱，安尼行袂通，因为咱到最后总是爱经历着咱家己无办法、无能力来控制的，无办法去避免的现实。无论是身躯病痛，无论是死失，无论是咱按算袂到的错误，也是人甲人关系的破坏。以前教科书即马无啊，我会记以前教科书国语小学国语课，佮教啥物人定胜天，啊用啥物做例？用中横公路哦，老师读小学40多年前，用中横公路来讲人定胜天。迄当阵还袂发生921啦921发生的时阵老师即下呢拢已经出社会啊。国小的时阵，我会记迄当阵教科书教讲中横公路就是证明人定胜天，结果91大地震，规个中横公路断了了，然后台湾政府嘛一直要修理好啊，结果咧哪修理哪断，地动风台、土石流、土石流一发生，你开无论几千万、几亿来修理的中横公路，马上就断去，因为台湾的山本身就是真无适合起公路，所以日本时代中横公路日本人起的日本人起的中横公路是安怎？细细一条会当用就好。迄个光头的后生就想讲有真侪老兵，老兵营的武代志，就甲老兵带去迄个中横公路去起中横公路，结果咧起足大条啦，起大条了后，水土保持就保持无好，所以台湾的山路规工伫遐断。有时阵咱爱思考，人真的无法胜天，就算讲台湾的建筑技术已经足好啊，世界前几名，但是面对着大自然，咱规工新闻伫遐讲山路倒位搁伫遐坍方土石流，规工伫遐讲山路倒位搁断去，真正咱袂当搁亲像一般的人伫遐讲靠山倒，靠人跑，靠自己最好。因为诗篇46篇就讲爱靠上帝，只有上帝是咱得险的所在甲溃难，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这电影的剧照啦迄是要讲人的无助啦这是经典的一个画面是个前进高棉这个电影的这个经典剧照这巴图的意思就是人的无力感啦极端的无力感。所以就为遐这诗篇46篇指出这个事实，讲列邦花花好，列国摇动，但是上帝出伊的声，地就萧扬。然后佫讲到啥物？讲到上帝互交战线到伫地极，这个就甲咱讲，世界的强权
遮个大国，因无错真侪发动战争，拢是讲为着求和平。历史中间讲到战争，每一个发动战争的，拢是讲为着和平，拢是讲为着互国家搁较强，为着互国家长治久安、永保安康，然后咧彼此用真侪政治的计算，然后军事的较劲。但是当人违背着上帝的旨意，人的计谋甲人的行动，若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到最后拢是无彩工的，拢是无彩工的。另外讲到一个人无法胜天，这是庞贝古城伫意大利，真大真水的一个，当时是真好雅的一个都市。结果咧，维苏威火山爆发，去互规个迄个规个火山灰扛起来，全部的荣华富贵发展拢无去，还是后来较搁重新学出来。这甲咱讲人无法胜天，只有上帝是咱安全的要塞。各位兄弟，诗篇46篇就是要甲咱见证，只有上帝会当将平安带来咱的性命，并且带和平到伫咱即个世界。因为上帝是咱的避难所，避难所就是保护咱的所在，咱会当得到保护。搁较重要是，互咱会当暂时得到安息，得到喘气，会当互咱备办好咱家己。有一句广告的话讲，标语讲“喝了再上”。步行喝了再上了含酒精的饮料你喝了再上就完了酒驾，唔是，是讲上帝是互咱会当暂时得到喘气，咱倚靠伊暂时得到安息，暂时得到喘气，然后陪伴咱的身躯、身体，甲咱的心灵，互咱继续出去冲，继续来面对人生的挑战。这就是上帝是咱避难所的意思。上帝阁是咱的气力，就是当咱面对着超越咱家己气力会当面对的困难甲苦难，咱会当倚靠的就只是倚靠上帝，才会当克服。因为上帝才会当大声，互咱迄个人意料之外的平安，互咱会当平静咱家己，互咱整理咱家己的情绪，甲思考上好的反应，互咱会当克服咱原本靠咱家己无办法面对的困难甲挑战。这毋是 AI 做起来的图，这是真实的相片。这是苏格兰爱丁堡城堡，爱丁堡城堡，真水的所在。这是讲上帝是关台，会互咱体会啦。什么叫做上帝是关台？咱看到这个几百栋炼油洞的一个真重要的历史建筑爱丁堡的迄个城堡。另下这更较重要的，就是咱面对着患难、面对着困难的中间，其实上帝的听，往往就伫咱患难的中间来大大显明。
因为上帝通过甲咱同在，来向咱显明伊的疼痛，互咱就算面对着挑战、困难，也是苦难中，咱犹原会当保持迄份的平安。上帝也是咱的保护者，亲像关台、城堡，有真正坚固，袂互人车祸倒的城墙来保护咱。伊是咱真正通倚靠的。毋知恁敢有拄过迄款的情形，就是互你感觉真正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哦，真正你会当，你一时啊，你会发现讲，我身躯边无人会当帮助我。一时啊，中间你会发现讲，我真正无路通去啊！你敢有经历过迄款的情形？你若捌经历过，咱来回想迄当阵，你会当真正体会到，啥物叫做上帝会听伫患难中来显明，啥物是上帝真正是咱的保护者。这真正只能意会，无法言传。因为有时阵，咱行过烂沙袂记入，甚至有时阵咱行过了后，咱反倒转是想讲，这是我家己的功劳，是我真熬，因为咱袂记入啊，咱经历过煞袂记入。只要咱回头看咱家己人生所行过的路，其实咱拢会当看到咱每一个骹步有上帝的疼迄显明。就算伫迄个上歹的情形下面，其实上帝的疼拢有伫遐显明。迄就是上帝甲咱做伙同行所带予咱的平安，的确是人无办法理解的。但是上帝同在的经验，这就是这个世界无办法予咱的真实的平安。诗篇46篇第90讲，伊互交战线到伫地极，伊压制将战长枪，将战车烧伫火中。就伊遐这，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也伫即个世界的中间迄运行。上帝是爱咱世间人彼此中间的征战爱煞，但是只有上帝会当带来即款的和平。你靠人的方法，顶礼拜有讲，咱伫社会上千万莫做迄个规工伫遐解说的人。你看政治人物选举前吼，规工伫遐解说东解说西，拢是落选。咱看迄个候选人，伊叫人攻击，咱规工伫遐解说啊，那个是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个是怎么样怎么样，选举通常拢选无好。为什么？相信你的人根本不需要你解释，不相信你的人，你解释半天，他还是不相信啦。反过来觉得你做贼心虚，你怕了对不对？你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成熟的政治人物啊，这不是讲吼咱哦讲太过世俗化，但是咱也会当伫社会的一寡人的心中。咱得到一寡学习。你看成熟的政治人物，伊无伫遐规工伫遐解说东解说西，伊会安怎？伊会真坦然，然后伊就用行动来证明伊毋是人讲的迄款啊。
哦，捌分享一个故事，这嘛来讲，讲到迄个政治，哦，有一遍选举，两个对手伫遐辩论，啊，一边的候选人讲，迄个我的对手吼，啊，以前风声足无好啦，规工去酒店啉酒，花天酒地，私生活不检点。啊，去互伊攻击的即个候选人安怎讲？伊讲无错啦，我少年的时阵吼，有一个非常那个精彩的过去啦吼，但是迄拢过去啊。我即马无搁走去酒店啉酒，我三顿正常，生活正常，我无搁去摸遐个薰味啊。但是迄个攻击我迄个对手吼，伊到即马共款暗时拢走去酒店。这甲咱讲啥物？平静的心，咱心若平静，咱就袂去互人搅扰，然后咱就知影安怎用上好的方式来回应危机，回应才会无好的物件。当咱有平静、平心气和来面对。对伫咱基督徒来讲，这就是诗篇46篇甲咱讲的啊。上帝甲咱同在，上帝咧替咱辩护，上帝会摄你。咱只要照着上帝的话，咱就努力来做。其实上帝用伊的方式来替咱解决问题。所以，上帝爱咱学习的是啥物？对伫诗篇46篇，当咱面对着挑战、面对着困难，咱就爱平静安稳。人爱看到上帝的气力伫遐运行。所以先知以赛亚讲，咱得到气力是在伫啥物？平静安稳。咱得到气力在伫平静安稳。人得利在于平静安稳，这是先知以赛亚，上帝托先知以赛亚教示以色列百姓，也是教示咱基督徒的。面对哪大的挑战，面对哪大的患难，咱搁较爱平静安稳，因为当咱平静安稳的中间，咱才会当看到上帝的气力，咱人才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气力。但是这个讲转来，这就甲咱人的本能反应来倒变，因为人往往感觉到威胁的时阵，感觉失去安全感的时阵，通常本能反应就是肾上腺素增加，然后咧，无去好好思考，就想讲我马上爱反应，一定爱反应，若无袂使。其实这是制造一个好亲像家己会当控制大局的一个感觉。但是咱倒来思考，一面对着困难，一面对着威胁，就马上无去思考，就是反应。这是真正解决问题，也是敢若是要减轻家己心中的无安全感。捌有会晓游泳的人安尼分享，讲吼有一遍游泳吼，去真深的所在游泳，结果咧骹一抽筋。毋知影为虾米迄天特别紧张，一紧张人就安怎？身躯一直拍，一直拍。咱游泳健将拢知影，其实吼，安尼愈挣扎吼，其实
愈来愈沉，愈沉愈深。但是，当伊想着讲毋是啦，我无应该安尼伫遐双手乱拍。我明明会晓游泳啊，明明游泳老师就教阮讲，身躯放轻松，人就自然浮起来啊。所以伊就身躯放轻松，水的浮力就互人自然浮来水面，所以就安全。这是甲咱讲啥物？当咱平静的时阵，咱反倒转搁较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疼伫咱的四周围，上帝的疼搁较伫咱的生活中间来显明。所以，当咱会晓安静咱的心，其实反倒转搁较会当发觉到有上帝的同在。平静安稳，其实就亲像游泳的人，伫遐若紧张，想要靠着家己双手乱拍，想讲我会家己浮起来，结果反倒转愈沉愈深。但是上帝创造的大自然是啥物？水的密度是1，然后咧，人体密度是多少？是浮动的，1的上下。1的上下，人的迄个比重1的上下，1的上下什么意思？身躯放轻松，水母漂，人是会当浮的。你去愈紧张，伫遐愈挣扎，手乱拍，身躯一遐紧张，马上沉落去。平静安稳，也反倒转，互咱搁较会晓学习上倚靠上帝。这网络的相片讲的是啥物？伫混乱的交通的中间，其实人也会当伫遐平静安稳。这在伫咱家己敢愿意安尼做，因为边仔车搁安那咻过去。其实是袂弄着，袂甲咱弄着，所以咱会当伫混乱的中间，悠然保持平静安稳。所以就是遐这平安、和平、平安，毋是一款的想象。其实平安是咱每一天、每一时刻拢通经验到的。只要咱愿意谦卑伫上帝的慈悲疼痛，甲伊的权能的下面。咱愿意谦卑军队，咱也愿意专心注目伫上帝的权能甲伊的疼痛，上帝就会赏赐咱即款真实的平安。只有上帝是咱平安的源头，愿咱持续来祈祷，求上帝所赏赐咱的平安临到伫咱的生命。咱的生活中间，也求上帝赏赐的和平临到这个世界。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遍透过诗篇46篇提醒阮，就是只有你是阮会当逃闪危险的所在。只有你有大权能、大气力，会当帮助阮面对着阮生活中间所拄着大的困难甲挑战。因为你是真正和平的主宰，你用阮个人、阮人所想象袂到的方式来替阮解决阮所面对的困难，你会用你的慈悲疼痛一路带领阮，家己做伙同行。你带阮行过种种死荫的山谷，互阮安然到即马。所以，阮也恳求上帝你帮助阮，
无论即个世界的混乱，无论阮所面对生活中间的困难是偌大，主啊，阮确认的就是你的听永远袂离开，你对阮的看顾，也会用你的方式来引带阮。恳求上帝，你谦卑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无阁是靠家己，阮是大声求你慈悲疼痛的显明。阮恳求主你带领阮，看顾阮。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的讲道，用主的话，互咱真好的勉励甲帮助。应答上帝的话，咱三个来人593，拄着4年灾会为你真艰苦，地到累是失望，看无路。你所得的恩赐，逐项想来记，稳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恩赐你着算着数，主的恩赐你减算会了。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稳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咱起立，三个人。
留下这大家平安。平安。是我来报告咱天区咱的进步。报告事项第一，今仔日这个礼拜了，咱要调开总集会，请各个长老执事出席。第二，学校的校园已经要结束，咱出来顶若有毕业生，或者是要升学的成员，请咱将这个动态消息，甲牧师也是讲一讲，互咱会当大家来关心甲来做。第三，最近因为新感冒或者新冠肺炎疫情严重，为了咱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也建议有感冒的，也是体较差的兄弟姊妹，咱自己先来大水啊。第四，拜五咱暗时7点半的3点聚会，采用每周实验工作教材，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第五，需要牧师来探访，这是希望安排家庭礼拜兄弟姊妹，请咱来牧师，这是中是来讲，伊来安排。下礼拜讲道的经文其实咱一来看。聚会活动咱这个礼拜是在20点，圣大的连续是在9点45。每礼拜五暗时1点半3点，拜六每个月拜10点下午班。下礼拜出席，顶礼拜出席各方面咱家己来看。圣港的事奉，今仔日交代是广西相关处理这草稿困难，清草是下好势。下礼拜讲道是牧师，书会是张长老，书名是牧师娘，名字是吕氏，书会是民兵执事、秋美执事，交代是寿平社金龙兄，插会是秋美执事，清扫是秋美执事。咱来看这礼拜经句，上帝是阮到什么所在甲几啊？也是患难中一时的帮助。来，上帝是阮到什么所在甲几啊？也是患难中一时的帮助。上帝是阮到什么所在甲几啊？也是患难中一时的帮助。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46篇1节。我咱这是阮这个，大家用拱手来互相请安。平安。好，咱来吟所必篇诗，圣诗399首，圣诗399首，咱起立，大家来吟。咱就爱伫咱生活中间，时时刻刻爱会记住，就是靠咱家己，拢是无够野。咱只有倚靠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关台，咱的保护，咱及时的帮助。
伊用伊的疼帮助咱带领咱，互咱伫生活中间拢会当体会到咱的平静安稳，是较会当真正互咱迄个快乐，因为即个快乐是对上帝来的，上帝是咱平安的主宰。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恩典变救恁，让主庇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发过恁，守住恁平安。阿门。